其實當我們在辦手作步道的活動的時候，我們會從參加的人身上學到很多不同的看法。教育界的或心理學界的，他們就說，其實等到他最後做了一面牆之後，他發現呢，沒有不適合的石頭，就是你其實不是要去修石頭，而是要改變你擺放它的位置。你把它放對位置以後，它就是一整面牆，看起來很漂亮這樣子。然後，所以我每一次在帶不同的活動的時候，我每一次都有那種重開機的感覺，因為參加的人他們會告訴我一個他從這件事情裡面想到的一個全新的觀點，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所以我就覺得說，這件事情是可以一生慢慢做下去的，因為我到目前為止我都覺得還沒有遇到一模一樣的步道，就是他不是說人不可能踏進同一條河流2次嗎？我覺得同一條步道，我們每一次不同的時候去處理不同的困難，然後它都是一個很全新的體驗，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廣大的世界，很好玩。剛讀多過青苔困難開嘛嘅做一件事情。青苔困難哦，大概2個部分啦，一個是跟政府部門，因為嗰邊用工廠個夾嘅方法，個想法。講到伊能答應，伊能了解。再來就會講，我同北山嘅人講，其實人哋去行路也件事情啊，會對一個環境有影響。這個事情很難。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推那個台灣步道守護啊？去年的人開始送誒，有個迄個名站啊，愛 Trail， 愛步道嘛，愛 Trail， 台灣步道守護啊，因為有人去裝那個鋪頭的時間，都發現講，幾多那個衝石溝，還是樹根裸露，那件事情其實係因為人去行路，行到那個植物被踩死了，然後土壤開始流失，水一直沖刷，那個唔被吃氧的那個現象，其實是人為的影響。